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我要爱你走。头家娘，你真正爱我走？我即摆就来走哈。不是这条啦。头家娘，只看到这条路尔，不是这条，我要安倒走啦？后壁迄条啊，后壁迄条。阿坤啊，你看我生的这个囡仔有水无？你生的囡仔，头家娘你，真是变来变去，安怎都讲袂去。但即摆问你，我嘛毋知安怎。事当时哦，我若莫离开陈家就好啦。问你，我嘛袂变甲遮可怜。这头家嘛是咧，答应讲我要好好照顾文英，结果敢若照顾出一个囡仔尔，啥物都毋管，我来做伊去南洋。搭入去遮久安，连一张被都无。有咱爸妈共款，想到这就烦。惊是安怎呢？规个心肝头皮薄彩。我看，无啦。你太气啊你！我就想你。我就错，以后我袂搁再离开你啊！我要好好照顾恁母仔囝一世。
恭喜你哦！你替陈家生一个查甫囡仔，我看吼，为即马开始，应该换我叫你头家娘啊。头家娘，我从来拢毋捌你想过。周文英，你抢我的翁，搁甲阮仔生一个囝，你想我敢会放你煞哦？头家娘，你甲我听清楚吼！我是因为你腹肚内囡仔是健昌，是阮陈家的骨肉，才互你甲囡仔生落来。即马囡仔已经出世啊，你嘛免留落来。头家娘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囡仔骗我！头家娘，头家娘！头家娘！即马在你的面头前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你死，一条是你的囡仔死。头家娘，我叫你帮我一条心路。你要死咯？安尼你的囡仔就是死咯！头家娘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别伤害我囡仔。好啊，是你求我，莫伤害你的囡仔。你是毋是会当另作归宗？就看你家己啊。更久，是的，这个走。天公地公三界公啊，妈祖婆啊，观世音菩萨，你著保庇我这世人捌做过亏心事对，我著毋捌做过亏心事，我是咧惊啥？阮阿公公哦，
为人不足亏心事，夜半唔惊鬼弄门。结果好大咧，甲看卖。不了，不了。看镜是咱中，看镜咱朋友。囡仔，你的亲生老母已经死了。从今日开始，你的老母叫做柯淑婷，你会记得哦，永远永远拢会记得。母娘，你精神啊？不倒药吼。母娘，起来，起来，先食输啊未啦？母娘，等你哪会安尼啦？规个暗棍安弄算甲安尼，还佫用地咧补地。暗晡你敢知吼？我安尼昨夜安尼变来变去，安拢困袂去。我就知哦，我想讲你以包有代志的啦。我毋才讲想要来甲你看一下。我伫陈家后山吼，看到你用地咧补地呢。你猜敢要死？安尼啊？地咧补地，嘿啊。伊伫是要将我关去台。伊是啥物人？你咧讲的伊是陶建阳哦。陶建阳心肝哪遐用啦？甲你地咧补地啊，哇要跳海台。可是我的是无救死，我已经难都爱死。是安怎讲？我已经爱老爸，心坚强，头家娘冤枉，我像伊红色。
手。